室內真菌蚋大爆發，3個安全有效方法，1星期內就可以徹底解決。1個月前，我幫呢盆虎尾蘭換新盆，冇諗到1個星期後，泥土上面爬滿密密麻麻嘅真菌蚋，呢啲都係新泥土帶嚟嘅蟲卵。遇水就孵化，每隻雌性可以生300隻蛋，幾日就可以大爆發。啱啱換完盆，啲根好脆弱，唔可以用殺蟲藥。呢3個方法安全又有效。喺乾燥嘅泥土上面撒上一啲食用級嘅矽藻土，可以令到蚊蟲同埋螞蟻脫水死亡。再加一啲肉桂粉，係可以幫助抑菌。蚊蟲同埋螞蟻都唔中意呢個味道。第2個方法就係將黃色嘅黏板直接插喺泥土上面，黃色係特別吸引昆蟲同埋螞蟻。第3個方法就係稀釋嘅洗潔精，可以令到蚊蟲窒息。預防先係關鍵，下次用新泥先將佢暴曬2日，可以大幅減少蟲卵。換盆之後喺泥土上面薄薄撒一層矽藻土，保持乾燥最有效。